各党的中秋节过了，油啊拢真歹销。为着要提悬油啊的附加价值，华人农改场设计一套自动化的加工设备会当炼金精油，提出油啊肉。这款机械是当取代人工，卖当提悬产量。花莲文旦油正式面积占全国1/10，当年产量大约16000吨。虽然销量袂歹，也毋过文旦是积缺性的水果，所以中秋了后卖无出去的文旦，拢是摕去做食品加工，也毋过人力处理速度上慢，所以花莲农改场特别研发一套自动化处理设备。因为文旦是小果价值比较高，大果可能有2成到3成，它卖不到好价钱，但是它可以做加工，所以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大果的问题，不要让它进到市场去扰乱行情，那就开发了一系列的大果的加工的技术。这套设备包括将油烤出机、文旦分测机、油啊肉分离机、3机串联加工处理速度惊人。将油烤出机效率每点钟200公斤，油啊肉提出效率每点钟500公斤，比传统人力关出几啊倍。以1公吨的精油，人工要去削皮，然后再去机器压榨，它一个人以单人队来讲，他一天能最多做1吨就很了不起了。那我们机器的话呢，效率是它的4倍以上。农改场强调，透过这套机器，文旦都会当全国利用，通过冷冻也可以当保存2年，大大增加运用弹性。这个技术目前已经基转，未来也会辅导相关农会建立，改变文旦加工的整体形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